再来看，又有台湾人伫咧柬埔寨犯罪犯抓到，柬埔寨警察伫咧因的首都金边，佮查到一件毒品案，抓到3个台湾人，扣着毒品16公斤。刑事局已经证实这3个人身份，目前会继续来调查这批毒品，敢是有要走私转来台湾犯罪企图。 3个人徛伫个桌后壁，桌仔顶是放着真侪海头丸的分包装，也有毒品的原料。柬埔寨警方25举行记者会，宣布查到这个毒品案。咱国警方知道这个情报，已经向柬埔寨证实3个人是台湾人，其中2个人有诈骗的通缉，正伫向对方查证毒品是毋是有想要运转来台湾。本局驻越南联络官在与柬埔寨警方交流犯罪情资时，柬埔寨警方通报我国，在2月22日当天。 在当地逮捕了包括3名台湾嫌犯，共查获了16公斤的摇头丸。柬埔寨去年就捌查到4单的台湾帮派分子到柬埔寨组成毒品走私集团，经过台湾甲柬埔寨以及美国缉毒局合作，总共查到将近800公斤的 K 他命。即摆查到3个台湾人，也是台湾甲柬埔寨交换犯罪情报的成果之一。 他们那边查获到，如果涉及到台湾人的话，身份的确认也会请刑业局国际科来做一个查证以及确认。如果涉及到国内，比方说要运送走私到台湾来，台湾这边的共犯部分，他们会委由台湾这边的刑业局这边来做后续的一个追查。这一部分刑事警察局已经在进行了解当中。如果有需要，法务部透过司法互助的管道来进一步搜证，那法务部将会全力的协助。 有进前网络红人冤案小姐案件，前柬埔寨总理洪心讲，支持涉案的2个人，爱服缓2年的刑期，引发台湾社会真大讨论。对此，警方强调，这3个嫌犯会依照柬埔寨当地法令接受审判，但庭事终结了后，拘留出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